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3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，历代志上卷21章第1节到17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撒旦的作为。大斋节期的40天，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禁食40天，在忍受饥饿40天之后，耶稣马上就面对撒旦的诱惑和试探。圣经记载说，当耶稣基督以上帝的话语来胜过试探以后，撒旦就放弃了，但是是暂时的离开耶稣，要等着以后呢有机会就再来试探攻击。撒旦随时其实都在找机会攻击人，特别当人遇到困境，甚至人在追求成功的时候，他就会成为这个撒旦攻击的一个好机会。大卫呢，一生都是令人称羡的成功，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撒旦的攻击就来了。他不但在女色上面来失败，就也得罪上帝。历代志上卷21章第1节到17节，圣经这样记载说，撒旦敌对以色列人，使大卫定义进行户口普查。大卫命令军队的元帅约押和其他的官员说，你们要到以色列各地，从最南边的别是巴到最北边的但，数点人民，我要知道人民的数目。约押回答，愿上主使以色列的人口比现在有的多100倍。陛下，他们都是你的仆人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使全民犯罪呢？可是王坚持要约押服从他的命令，于是约押出去走遍以色列全国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。约押向大卫王报告，以色列当中能够打仗的壮丁有110万名，犹大能够打仗的壮丁有47万名。约押没有调查利未支族和便雅悯支族的人数，因为他不赞成王的命令。上帝不喜悦这件事，因此他惩罚以色列。大卫对上帝说，我做这事犯了大罪，求你饶恕我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。上主就对大卫的先见迦得说，去告诉大卫，我给他3个选择，他选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迦得去见大卫，就把上主所说的话告诉他，并且问大卫，你要选哪一个？3年的饥荒，或是3个月逃避敌军，还是让上主用他的剑施行攻击，在国中有3天瘟疫，差他的天使在以色列的各地造成死亡。现在你决定，我该怎样回复上主？大卫对迦得说，我很为难，我不愿意被人处罚，我宁愿让上主亲自惩罚我，因为上主有丰盛的怜悯。于是上主就降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有7万人死亡。他又派天使去毁灭耶路撒冷，但天使正要执行的时候，他改变了主意，对天使说，住手吧，够了。那时候天使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麦场上，大卫举目观看，看见那天使站在半空中，手中握着剑，正要毁灭耶路撒冷。大卫和长老们都穿了麻衣，面伏在地上叩拜。大卫祷告说，上帝啊，
我才是那做错的事的人，是我下定调查户口的。这些无辜的人并没有做什么错事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惩罚我和我的家人，饶恕你的子民吧。约翰提醒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如同耶稣基督以上帝的话语来抵挡撒旦的攻击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第6节这样提醒道：我的孩子们，我写这些叫你们不犯罪。如果有人犯罪，我们有一个公义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向天父陈情。基督牺牲了自己，赎了我们的罪。他不但为了我们的罪，也为全人类的罪牺牲自己。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他。若有人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命令，这样的人其实是撒谎的，真理跟他就没有关系了。但那遵守上帝的道的人，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完全。那说他有上帝的生命的，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有他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新的命令，而是旧的命令，是你们一开始就领受的。基督徒应该要按照耶稣基督的言行来过生活，这样才能抵挡撒旦的工作，免得入了试探。诗篇17篇，上主啊，垂听我求公道的呼应，求你垂听我的哀求，垂听我诚心的祷告。愿你宣判我无罪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直。你知道我的内心，你夜里来查看我，你彻底考验了我，找不到我有什么恶念。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，我顺从你的命令，不走暴徒的路。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，从来没有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答我。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，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我倚靠你就能躲避仇敌，求你保护我，像保护自己的眼睛，让我躲藏在你的翅膀下，逃避邪恶人的袭击。仇敌满怀憎恨地围困我，他们心肠刚硬，说话狂妄，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他们都围困我。他们找机会要推倒我，他们像狮子一样要把我撕成碎片，像少壮的狮子蹲伏在暗处等我。上主啊，起来迎击我的仇敌，制服他们。求你用你的剑救我脱离邪恶的人，求你用你的权力救我脱离他们，就是那一些在今世富足的人。求你重重地惩罚他们，让他们的儿女受够了灾难，还有剩余的留给儿女的儿女。因为我正直，我得以朝见你。我醒了的时候，你的同在使我满心快乐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如同耶稣基督一样，靠着你的话语教导来得胜有余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